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12月7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节目一开始来关心国际上的消息，这是以哈冲突休战各延一天。即摆哈马斯有放出更较侪人质，啊，毋过伫耶路撒冷的公车站昨昏是发生枪案，造成3个人死亡。因若开枪的凶手就是哈马斯。啊，若伫以色列军方冒去拍约旦河西岸，有造成2个巴勒斯坦的囡仔死去。意外遮济，即嘛互做中人的埃及甲卡达，即嘛是头真疼。要争取搁延长停战2天，恐惊着困难。另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又搁去以色列访问，毋过伊表示，以色列应该即几天就会恢复军事行动。耶路撒冷这公车站30早起尖峰时间，有几啊人互2个凶手射杀身亡。以色列警方了后断死这个凶手，哈马斯也承认凶手是因的人。 לחסל את החמאס. שום דבר לא יעצור אותנו. 预告以色列加强伫约旦河西岸反恐行动，西岸北部多起昨年8岁甲14岁巴勒斯坦查甫囡仔被枪杀。看对方正残暴的以色列哈马斯一来一往，显示双方伫冲突甲休战谈判期间，原本就存在矛盾，豆豆的发作。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中东，甲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见面，会后表示，纳坦雅胡已经讲甲正清楚，最近几天会恢复军事行动。I made clear that before Israel resumes major military operations, it must put in place humanitarian civilian protection plans. 以哈休战协议一直延长，互如苍草的加沙得到休困。目前针对休战协议，各中参详埃及甲卡达继续咧谈判，希望佮争取2天的时间。以哈双方过去2天的冲击，突袭事件恐惊为谈判增加变数。公视新闻黄文玲报道。 镜头搁转来咱国内来关心总统选战，民进党赖清德昨昏是去参加经济论坛，伊强调，若是互伊选调，经济成长率平均一定会伫3.5%以上。啊，若企业界是呼吁讲，敢会当延长加班的时数，而且嘛要求开放外劳来做观光业，也毋过这部分赖清德拢无正面的回应。另外，国民党好友义是认为讲，即马劳工的薪水官袂付钱变薄，基本工资嘛无达到目标，认为政府爱好好思考。啊，那外交部即马是要去查民众党副总统参选人吴欣盈敢有美国籍？你即马国民党是认为讲这是政府失职，因为伊拢已经做立委做年外，即马才要查。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参加9大工商团体共同举办的论坛，讲经济政策也面确定出目标，拿当选总统，经济成长率平均未比3.5%较低。啊，毋过国内欠工问题严重，企业界呼吁延长加班时间，也希望因开放外籍移工到观光业做基层清洁甲服务工作，希望赖清德重视欠工调。在聘请外籍移工解决我们人力荒的时候，我们也要特别留意到。 台湾本籍劳工他们的薪资还有他们的权益。赖清德承诺未来若做总统会主持经济发展会议，邀请企业界、劳动界共同参详经济发展议题。针对两化投资也表示，若中国对顶尊严门永远拢是开的。国民党好友因为欠工议题搁抢中央，批评赖清德将欠工归因是民主社会有多元就业环境，劳工对民进党心内不是上哪一地。现在劳工朋友。 薪水赶不上通货膨胀，生活非常的困苦，基本工资也没达到既有的目标，政府要好好的去重新思考，好好挺劳工。 民进党国体等高雄新潮扫街对副手吴欣盈被指其有美国国籍，中选会日前已经派请外交部协助查证，外交部也伫第一时间转请驻外管处协助查证。啊，不过国体认为即马这查是政府失职。国籍法里面，你的要当立法委员，不是要不得有双重国籍啊？他都已经当超过1年了，他现在才在查，那是这个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完全失职来着，我这。 吴欣盈特别称讲已经放弃美国籍。根据了解，伊伫个国体竞选总部参加午前会议时阵表示，家己绝对无想定国籍。今年以前就因为私人因素放弃美国籍，这部分无问题。记者综合报道。选举要到啊，即马嘛传出讲中国招待咱台湾的里长带团去中国观光，佮甲因洗脑讲爱支持某米人。 外界认为这就是中国介入咱台湾的选举，也毋过中国讲无。中议会主委屈泰山昨昏是讲，中国若无介入选举，就毋是中国啊。
连声明书亦是中华越南协会成员郑志成进前受各大办邀请，招团到中国旅游，互检方认为涉嫌违反反信托法定罪团犯，公布了后出面强调家己的清白。你要用选举罢免法来起诉我吗？你那证据不足啊！我又没有特地的要去针对哪个候选人或者哪个政党去支持做这样子的表态。接待者都是所谓中共的地方台办或者是统战的部门，那这个当然不言而喻，应该都是跟选举有关吧。特别是他们已经表明了他们期待所谓的正确的选择。不过，刘义辉作为区第3认为，接待就是中国是要影响台湾选民的手段之一。佢表示，中共若是无介入选举，都唔是中共，伊也佮向北京发射维持台海和平稳定是两岸共同的责任。Beijing should assume the role of responsible power. It should stop intimidating and coercing Taiwan. We can progressively eliminate the spiraling hostility. This is a highly insecure, not secure and confident leader. The regime sees demons and enemies everywhere. 参加学者分析，习近平导览台湾政坛无稳定，也和中国经济发展受阻。这受《纽约时报》专访总统传闻也指出，中国内部面临经济、财政加政治难题，目前无加可能还台。Overwhelmed by its internal challenges. My thought is that perhaps this is not a time for them to consider a major invasion of Taiwan. 蔡总统指出，在 APEC 拜习会上，习近平已用答案，去了解两岸和平是国际社会共识。不过也同时强调，台湾人民依然努力强化防卫韧性。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受东北季风的影响，北台湾规工拢是各湿各凉，因为其他所在是早暗较凉。咱同齐来看温度。今仔日各地低温大约是17度至19度，因为北台湾日时高温嘛是降到18度、19度左右。其他所在今仔日高温大约还有24度至27度。雨水这方面，受东北季风的影响，水汽有较济。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东北部落雨拢会较明显，而且有可能规工拢会落雨，甚至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因为伫这方面的北部、东半部有的所在嘛会落雨。气象署伫今仔日透早有针对基隆北海岸、宜兰、台北山区发布大雨特报。因为中南部受中山水汽的影响，有一寡所在会落湿啊雨，也毋过大部分的时间也是侪云，有当时啊，佫会当看到日头。今年热天的时，因为风台是一个接一个，造成菜市计数器。伫台北市的高丽菜菜市啊计数上贵的是每台斤160块，引起真侪农民买啊抢种。对9月份开始，根据农粮署监测，种的量已经到红灯。11月中是搁较食力，已经红过头，即马红甲变橘仔色的。农粮署就呼吁讲，农民就爱斟酌种的风险。在今年8月9月，风台大水后了后，关山高丽菜受损，产量供应无够，高丽菜价格一直真悬，也吸不少农民抢种。抢都大家看都时间都艰苦呢。嘿，抢种的时间，甲像顶下安尼，旧年安尼无人要迄落呢。9月了后，高丽菜栽出货量增加，达到境界大的红灯，正接近超种600万丛以上的橘仔色田区，农业署2摆发出警示，爱农民唔通抢种。已经将近是在红灯的警戒线了哈，那就是已经快达到有100万的这样一个数量。那我们都会把这个信息让散播给我们的农民朋友知道啊，因为未来可能在种植的时候要去做参考。为9月以来，以10天一旬的监测显示，7摆红灯了后，上新出来11月中旬高丽菜栽卖数字已经有711.5万丛，领先起步，甚至比顶一旬佫增加130多万丛。原本每一条100块的高丽菜已经剩50块，甚至50块有通走。农粮署呼吁农民爱马上调整生产规划，分配检证或者是转做，则袂产销失衡，继续放盘。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
主计总处伫昨昏有公布去年红请的员工的薪水，因一年的薪水中位数即马是51.8万，平均的年薪是69.3万，两个数字拢创下4年来新高。严格薪水上悬的前10%，还有薪水上低后10%，比起来是差4.12倍，已经是连续2年愈救愈大，差距嘛是5年来新高。继续关心自由时报，加拿大政府和 Google 顶一日宣布达成一项历史性的协议。Google 当年会向加拿大新闻出版商1亿加元，大约是23亿的台票，和 Google 的敲锤严谨，会当继续保留加拿大的新闻报道，来化解资本新闻连结会伫 Google 顶头完全消失的这项争议。继续关心中国时报，出国旅游真侪人拢会拼死命买。财政部即马推出好康，财政部关务署即马当地研究讲，要修正旅客入境的免税额，会对即马的2万块调悬到3万块，也是4万块。按算明年初完成修法了后，上紧伫明年清明的连续假期，有出国的旅游的民众就会当适用。要若要出国佚佗，也是伫台湾佚佗，拢会订饭店。伫一寡订饭店的专门平台是又搁出问题。11月初时，本地住一暝爱7-8千块的台北君乐饭店，即马变做2-3千块尔。真侪人看到遮好康，全赶紧去落订。也毋过民众即马逼讲，遮个订单拢已经互饭店取消。消保处是表示，若是业者和消费者契约已经成立啊，安尼业者就一定爱照品照行，消费者权益受损害，会当提出申诉。订房网站11月初出现介绍写毋对的 bug， 台北君乐饭店一暝8千的房间变做干那3000外块。原本饭店讲已经订的就全部拢准算，但是最近消防发现讲君乐干那是反悔啊，有网友的订单忽然间互取消。中午出来回复的同时，他有给予承诺说，就是已经订的订单会给予消费者使用。然后我大概过2-3天左右吧，我自己有一笔订单被取消，那时候补了10块美金的 Agoda 的代金。后来有询问那个君悦的公关，因为这个东西是在 Agoda 上面预定的，所以必须得符合 Agoda 所有的条款下去做使用这样。然后我听的感觉是跟先前说会让消费者使用的那种态度已经不一样。事实上，继续出现 bug 的代志是常常发生。亲像今年4月17，专日空是出现大量的 bug 票，网友发现了后，较紧拢去抢票。专日空原本嘛讲订的拢有准算，但是后壁是取消所有的行程，甲钱拢退互订的人。路途航空顶个月20嘛，甲台票写毋对，写作一票，大约是卖出750几张机票。系统后壁是完成修正，但已经卖出去的票，因讲拢会当使用。另外，高雄的生意也是台南的精英这饭店，最近嘛拢有出现房间计小的 bug， 业者第一时间宣布认赔。消保处讲过去定接到这种申诉，那业者和消费者的契约成立，业者都有义务来履行。有不履约情况，那就是一个债务的不履行。那按照我们民法或消保法相关的规定，那我们这个消费者就有权去要求我们的业者要切实履行契约。那不履行的话，就有后续相关损害赔偿的这个法律问题了。君悦酒店嘛发声明讲，经过调查，这个问题是因为系统技术的问题，造成伫第三方平台的房间介绍和君悦酒店有争差。代志发生了后，随和相关平台来联络，而且根据第三方平台取消政策和条款，推出现错误的介绍来进行调整。因讲目前当地和第三方平台Agoda和相关政府部门在做沟通，要做伙找出解决的方案。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亚洲棒球锦标赛，12月初3就要伫台北大巨蛋拍开幕赛。最后一批1000张外野的门票开始卖了后嘛，一时就随卖了。目前警方已经预掠到53个票贩仔贴价咧卖这个票。另外，之前有讲这投手区的所在有关业感的问题，棒球协会嘛表示会去协助改善。香港队闭门测试有比赛开放13000观众一场，亚锦赛阁只有进场练习。台北大巨蛋的第一摆正式比赛就伫12月初3的大韩开幕战，最后一摆加开剩的1000张门票，30钟头开始卖，一时就卖掉了。大家都知道这几天票房我想是大巨蛋魅力不是因为亚锦赛的魅力是大锦赛的魅力。
台湾联办6届亚锦赛门票无真係抢手过，林宗成讲，大负担绝对是主要原因，暗过强调，徛伫放协角度，希望400人全开，暗过阮向是处主，有相关安全的考虑，免一时开放伤济。这2礼拜外，真侪投手反映的投手区落差问题，期一会来改善。投手往前的那个坡度是很 OK， 是往后的那个坡度是稍微陡一点点，所以呢，在捕手在转身要牵制的时候是有一点风险。我们现在紧急的作业就是，我们从台南统一调我们的阿达师傅阿达师傅，他会上来台北因为那段不是很难处理，要专业处理。且统一赛的政府人员来协助改善投手区后边的斜度，选手反映真空草埔甲红土落差有点大，这几天也开始点一寡红土。林宗成讲，开播前进程拢会处理好。民众若是真是想要看大巨蛋，除了台湾队其他国家也有比赛，买下全票只要200块，随时来弄票。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关心联合国气候峰会 COP28。结束头一天的行程，全世界代表有通过一项气候灾害赔偿基金，主席是表示这是创下历史纪录。不过，即马联合国的气候机构嘛有对外表示，今年虽然敢若剩1个月尔，不过已经会当确定讲，这是创下有纪录以来上介热的一年。全世界平均的温度比工业化进程悬出1.4度，而且未来4冬内升温有可能就会达到1度半。南极洲的海洋今年冬天海冰面积创新低，瑞士冰川过去2年缩小差不多10%，加拿大野火烧的面积创纪录，差不多占加国新年面积5%。全球各地今年热天一直创新高，虽然今年只剩1个月，不过世界气象组织报告确认，2023年会取代2016年，叫做有史以来上热的一年。This year, 2023. We have reached 1.4 degrees warming thanks to climate change and El Niño that we are having at the moment. And we have shown in our previous reports that it's very likely, it's practically sure that during the coming 4 years we will hit this 1.5. 烧化石燃料造成的气候变迁，加上东太平洋出现的性影现象，让今年全球均温破纪录。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执行秘书呼应这诉求，强调爱护化石燃料最后路车。If we do not signal the terminal decline of the fossil fuel era as we know it, we welcome our own terminal decline, and we choose to pay with people's lives. COP28 出主席加比尔也认为，化石燃料角色爱纳入联合国气候谈判协议当中。第讲议程结束，都有初步进展。全球代表正式通过一项共数十年的气候灾害赔偿基金，真侪国家承诺会为基金提供数百万美金。This is historic. The fact that we were able to get the agenda voted and agreed on without any delay. For those who have been involved in previous COPs, this is just unprecedented. 这项草案协议爱以开发国家出钱互这基金，鼓励其他国家斗阵做。根据30达成的协议草案，基金实施前4年，交由花卉世界银行管理，也说服家己的办事处。不过，美国只提供1750万美金，这钱无够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1/5，各只有后面的1/14受到批评。公司新闻邓慧仁报道。气候反常，热愈热，寒愈寒。这几天冷气团是扫过美国的东北部，伫克利夫兰、水牛城甲一寡城市拢开始咧落雪，有一寡所在即马积雪已经是1公尺悬，落雪落真大，看袂清楚，嘛造成当地有真侪交通事故出车祸。连学校嘛因为落大雪影响，无法度上课。美国东北部强烈冷气团来袭，附近高大雾的纽约州伊利郡落大雪，民众赶紧吐掉路边的积雪，爱赛车上路的民众强要掠过。It was a little crazy. A foot of snow in the road for about 8 miles, and slick when it was plowed. Yeah, it's going to get worse.
受到大雾效应的影响，包括纽约州、宾州、俄亥俄州甲马里兰州的部分地区，这几天全拢大致暴风雪中，部分地区积雪达到1公尺深。真侪学校因为即摆天气逼迫停课，加上能见度下降，造成交通事故常常传出。伫俄亥俄州的州际公路，都有达到23台车发生连环车祸。那住伫伊利郡的居民，虽然对落雪已經慣習啊，又話愛做好萬全的準備。Make sure you got good snow tires on and wipers and snow, scrapers and good tires and clothes and stuff in the car in case there's an emergency. 美国北部这波入冬以来第一波暴风雪，主要集中伫高大乌顺风区，受到冷空气直接入来影响。波士顿拜沙气温降到摄氏-3度，纽约市的气温也降到摄氏0度。公司新闻在回应朋友。今年是韩国和美国同盟70周年，但过即马南韩的民众却对美国开始失去信心，因为讲北韩即马的军事武器是日头在进步。根据一份上新的调查，有要挖8成的韩国人是认为讲南韩家己嘛应该爱有核武来预防北韩的攻击。面对美国一直讲爱南北韩赶紧恢复对话，北韩即马嘛批评美国，讲美国是两种标准，强调未和美国谈论主权的问题。北韩2次宣布第3摆发射偵察衛星，引起4個位國家驚覺。加上北韓今年定發射飛彈，南韓民眾開始對美國防禦承諾失去信心。路透社報道，上新民調有7個8成民眾支持南韓有核武，也是敦促華府中心部署戰術核武。 북한의 마지막 비대칭 전력은 당연히 핵무기입니다. 그렇기 때문에 우리가 핵무기까지 보유를 하게 된다면은 논리상으로는 북한이 더 이상 견줄 수 없는 유리한 고지를 선점할 수 있다고 생각을 합니다. 그렇기 때문에 안전함을 느낄 수 있을 것 같습니다. 韓美同盟已經建立70年，目前駐韓美軍兵力超過28000人。今年4月，韓美領導人在華府會面，能夠達成重要核武協議。美國答應定期部署朝鮮半島戰略資產，強化防禦核戰能力。南韓同意繼續遵守核不擴散條約。不過隨着北韓武器技術提升，美國國內政治激化加重，南韓百姓依然感覺不安。 바이든 대통령이 한국에 지금 아무리 강력한 안보 약속을 한다 하더라도 만약에 미국 차기 대통령이 고립주의 그리고 미국 우선주의 정책을 이제 지향하는 그런 인물이 된다면은 지금 바이든 대통령의 약속은 하루아침에 휘장이 될 수도 있습니다.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小妹金與正，就伫拜一，美國甲北韓駐聯合國大使發生罕見公開爭執，批評美國是小明人。根據北韓官方媒體朝中社報道，金與正表示，美國核潛艦部署伫朝鮮半島，專反對北韓發射偵察衛星，北韓絕對袂甲美國談判主權。公司新聞兩岸編譯。今日國際上還有啥物大代誌？加鄉親咱做伙來看世界。 美國國會眾議院外交委員會11月29以30票支持，無人反對，通過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認證法，要求行政部門要重新來評估香港駐美經濟貿易辦事處，敢應該繼續有特殊的外交地位。嘛，閣通過真儕項牽涉中國的法案，內底包括要阻擋對中國人工智慧和其他高科技領域的投資，而且嘛公開支持西藏和新疆的人權。 繼續關心哈薩克第一大城一間旅館昨昏發生火災，72個住佇內底旅客當中有13個人死亡，死者當中有9個是哈薩克人，2個俄羅斯人，還有2個烏茲別克人，另外還有4個人送上病院去治療。那即馬導火原因還在調查。英國有一份2023年全世界生活成本的調查，蘇黎世的生活成本指數對第6名，即馬提懸到新加坡同款，攏是全世界的第1名。 即馬將做是全世界生活成本上懸的城市，也若咱台灣城市的生活成本指數，佇亞洲是排第12名，是比大阪、曼谷、東京、北京攏較低。來關心前美國的國務卿基辛格29過身，伊食甲100歲。佇冷戰的時期，伊是美國外交政策的主要規劃者，伊嘛推動美國和中國關係正常化，而且有參與規劃結束越南戰爭的談判。真濟世界性的事件，伊攏是有參與到。1973年的時，伊閣有摕到諾貝爾的和平獎。
桂新杰洪叫做是美国外交教父，1969年开始历任的共和党籍的 Nixon 和 Ford 两条总统的国务卿和国家安全顾问，权威和影响力是无人通比。伊拍拼消透美苏冷战的紧张关系，促成两国限制武器比赛，嘛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联中制苏。1973年，伊和北约的代表雷德秀是透过巴黎和谈，达成终结越战的巴黎停火协议，而且和雷德秀做伙得到诺贝尔和平奖，但这是诺贝尔史上上受到争议的和平奖，因为桂新杰甲越战战线扩大到隔壁国，美军秘密地毯式的去往柬埔寨，造成15万人无命。雷德秀拒绝受奖，诺贝尔委员会两个成员辞职。桂新杰咧作风现实个无情，为着美国的利益对抗共产极权，根本支持智利和阿根廷的军事政变，推翻左派的民选政府，另外放任印尼1975年用屠杀的方式入侵东帝汶，而且对巴基斯坦1971年孟加拉独立战争期间的屠杀行为规个极点点，互人权团体把伊当作是战争罪犯。桂新杰伫1977年离开公职，经营子孙国文业，可和中国的关系变好个，嘛继续受到每一届政府的动用。伊去年度过百岁生日，阁继续出新册，参与北韩核武威胁的听证会，阁伫今年7月飞去中国访问。11月29，伊伫康乃狄克州的厝内过身，人生落台，加上会伫纽约替伊来举行追悼会。公司新闻社会中编译。至新级桂新杰，伊嘛是影响美国、中国、台湾三边的关键人物，因为伊伫1979年推动美国和中国建交，和咱台湾断交。因至新级，伊一世人去中国是几落百届，啊毋过毋捌来过台湾。学者即卖是认为讲，目前美国和中国已经变作是长期竞争的状态，双边的关系无法度转去到至新级的时代。美国前国务卿至新级过身，享享受100岁，但外交部表示会派人向家属致意。也希望他的家人和友人节哀。另外，我们也会请驻纽约办事处向他的家人致意。伊是美中台关系关键人物，今年5月受访时指出，美中之间因为台海议题提悬紧张情势，互世界伫非常危险的时期，也形容台湾问题是无解问题，表示除了交互时间，无其他的办法。From that point of view, it's very dangerous. It could evolve into a general war between two high-tech countries. That's something that requires urgent attention. 成为20世纪上有影响力甲争议外交官之一，一手推动美国转向北京。1971年时阵2摆秘密访问中国，甲迄时阵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协商，承诺美国未支持台湾独立，两个中国或者是一中一台。佮为1972年尼克森总统访问中国铺路，伫幕后传染引线，互美中伫1979年建交甲台湾断交，促成美中伫冷战时期正做战略性的反苏联联名。Opened relations. But that it started a process which has lasted and grown, and it's culminating still through 8 American presidents and 4 generations of Chinese leaders. 至新级访问中国过20摆，选捌到过台湾。韩国前副总统卢秀莲捌讲，1995年伫纽约当面问过伊，是毋是有兴趣访问台湾。伊迄时阵开出3条件：若来台湾无去伤害甲中国友谊，无代表支持台湾，专程会用心观察甲听，未发表意见。等于美国了后，才会发表感想，只是拢毋捌来过。其实，在基辛格去世前几年，美中的这个摩擦冲突已经开始出现了。这是因为整个大环境改变，这样。那么，所以基辛格去世也不会，就是说让整个大环境就继续再往前推。学者认为，至新级有伊历史定位，目前美中两强是伫长期竞争的状态，双方关系应该无法度过转去到至新级的时代。记者综合报道。也那新上任的日本驻台代表片山和子，昨昏是去拜会日本院，也有行政院，甲2个院长见面。伊今年63岁，捌去过美国、中国、比利时、马来西亚食头路，嘛捌做过秘鲁的大使。伊来台湾来过5届，即届派驻台湾，拄好拄着明年咱的总统大选。伊嘛表示会当看到台湾的民主。关键人士表示，咱台湾的目标是要加入 CPTPP， 所以咱会争取日本的支持。
互相送礼物等现代之好交情，亲像一个日本驻台代表片山和子30拜会行政院长陈建仁，用真正的中文爱沙子，佮提出35年前留学美国读册，以台湾民主化为题写的硕士论文。63岁片山和子伫日本外务省工作40多年，捌去美国、中国、比利时、马来西亚工作，也捌做过秘鲁大使。过去5摆来台湾出场旅游，而顶一摆访问台湾已经是2006年，一摆派驻台湾都是明年总统立委大选。伊表示将现婚应见证台湾民主化进程。非常荣幸能有机会亲眼看到台湾民主化的进展，还有台湾35多年的民主化的一个结果。伊表示，台日合作已经正做成的循环，目标要精进日台农渔产品的交流，互关系更较进一步。陈建仁指出，今年日本来台人数排名外国旅客人数第1，国真常爱旅游的国家就是日本，尤其台湾扮演国际产业链重要角色，目标是加入 CPTPP 需要日本的支持。片山代表曾经担任秘鲁的大使，日本与秘鲁都是 CPTPP 的重要成员，我们也很期望我们的片商代表能够就我国加入 CPTPP 给予全力的支持和协助。伊去立法院拜会立法院长游锡堃，佮对台湾的国会制度真有兴趣。日台协会文化部身躯代表交接影片，专驻台交接部片山和子就任了后3大使命就是确保在台日本人甲日本旅客安全，甲台湾人加交流，学台湾的社会甲文化，增加对台理解。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高雄的美都路昨中昼发生死亡车祸，这是一台蓝马控在正弯的时，因为无照规定驶伫外车道，而且车头较悬，全部看到下开过路人，去弄到一个骑电动脚踏车的阿伯，这个阿伯是当场死亡。另外伫高雄同款有路口10多个学生囡仔要过车路，嘛险险啊，互客运车去弄到。后日被车顶了后，红色蓝马控车正发入去巷仔，直接弄到车边骑电动自轮车的老大人，老大人当场无生命现象。预棒混凝土车转弯未依规定，那双方酒测值为0。详细肇事责任分析由交大这个鉴定当中。代志发生伫30中道高雄三民区美道路口，蓝马控车除了无依道路交通规则，先驶到外边车道，佫驶翻车头伤悬，也造成视线不良出代志。同款伫高雄离到尾仔马，一位老师带10几名学生伫蓝马溪地群甲秀群路梯伫路口过大路的时，差一点毫无注意到视线死甲客运车弄到。附近车辆起喇叭示警，客运车驾驶生才拢停落来。客运车疑似互已经停等的乌车挡到视线，无注意停让，险险啊出代志。如果没有明按喇叭，就撞上去了。对，这边事故率也蛮高的啊。这边有公园嘛，时常推孩子过来，我们希望能够安全一点。等到现场，这个T字路口边啊，就是公园附近，还有加强酷暑，加真侪补习班。另有学生也是骑面过大路，虽然车道有违万字提醒减速，因为因为路口无号志灯，车速拢无减慢，一旦行人出现伫车辆视线死角，恐惊相背负真危险。交通局已经设置了相关的标志标线，来提醒用路人临近路口的时候做减速，以维护行人安全。交通局表示，会邀请相关单位会勘，研究监视正式号志。警方也提醒用路人应该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以免发生交通事故。记者综合报道。也那伫中华新港的丰裕主管公司，目前当地做分化路厂房的工程，包厢咧按吊车吊高矮时发生意外，规个落落来喊到一个工人，这个工人当场无喘气、无心跳，送病院不幸过往。检署即马认定厂商是无依照标准的停书，所以已经要求停工，上悬卖罚30万。救护车赶紧开入厂区，一个查甫人倒伫涂骹袂振动，其他工人为伊咧做 CPR， 救护人员马上接手抢救。伫将滨产业园区的丰裕资源公司，自到早起8点左右，包厢咧安装吊车的时阵，发生落入去意外，当场弄到55岁细号的工人，直接无喘气、心跳。我们接手评估就是没有生命迹象，右侧胸腹那边有擦挫伤。我们接手开始 CP 一样实施 CPR 加 AED， 叫上颈圈常备板。然后就近送往彰滨秀传。
劳动部职安署表示，这公安意外是因为安装时阵无照标准操作定数，已经命令防疫资源公司停工，各照职安法罚3到30万。电话的时候，下方都不能有人嘛，要做区隔嘛。他的腹壁断掉，去压到人。这河工人送去将兵手团病急救，经过检伤发现，除了这病现较切伤，腹肚腰肋出血，骨盆加这较大腿骨折，已经救不回来。病人送来急诊的时候已经没有呼吸心跳，那我们发现是他腹腔内有出血，那后腹腔也有出血的情况，那怀疑骨盆有骨折。右大腿可能有变形，也有骨折的情况。虽然抢救还是依然无效。调查员停在防疫厂区，指挥救防所线咧进行的分化路抢办工程已经停工。职安署表示，专案医生将化地检署经办调查，什么时阵复工是无时间表。记者综合报道。桃园检方会同台中的警方，伫今年9月份，伫桃园的杨梅有掠到做毒的工厂，嘛掠到5个嫌犯，佮查到3级毒品喵喵的原料、半成品，也有成品，计共216公斤。这物件会当做50万包的毒咖啡包，加载无走去市面。另外，桃园机场嘛有掠到泰国人利用观光名义进入台湾，毋过说炸毒、炸海洛因，计共有13公斤，价值上亿。规安一群队掠枪为透天厝头前进入厝内，后边也无关警包围，也将原本是要逃走的嫌犯掠到，因全部拢是这间做毒工厂的人员。开始攻，好。警方入到透天厝内底，充满化学药剂气味，现场中超出大批做毒的器具，也有原料成品甲半成品216公斤。检警登记收证，将后这做毒工厂藏伫桃园杨梅这透天厝内底，共有做过化学老师细量的主嫌，加做俗称喵喵第3级毒品。这种喵喵毒品，它就是掺杂在我们现在市面上的新兴毒品咖啡包里面。那每包大约0.4公克，它就可以做成毒品咖啡包。警方表示，这毒品刺激上药，大部分是掺在毒咖啡包内底，初估应制作50万包，好加在无流入市面，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上班。另外，在桃园机场，警方查到外籍人士用观光名义来台，实际上说是运送毒品。破获贩毒集团利用外籍人士以托运行李加餐方式，自泰国走私低级毒品海洛因，毛重13.589公斤来台。本次走私之毒品市值初估破1亿元。警方表示，想要炸毒品入境的是一个泰国籍查甫人，贩毒集团利用伊捌来台工作，要求参加旅行团来运毒，佮约定代志成功了后会给钱。经过地检署侦办了后，也依照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提起公诉。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立联合病院超过300个医生对6月份开始，拢有收到恐吓的电子批，内底是一张无穿衫的查某甲一个查甫正亲密的相片。若这个查甫的人头是互换做被害人，尾安尼批内底是要求要甲因恐吓、威胁要讨钱。有医生去报案了后，才发现讲这个相片的人头、人面拢是用 AI 去改的。若假批 IP 是伫香港，所以警方即马无排除讲是中国的犯罪集团做的。到处抱一个查某，无穿衫倒伫眠床，未招医师方点名，就是画面男主角要求一手交钱一手换档案。其实这段影像经过合成画面，无换装价钱，密伫兑换犯案。该画面系流传于大陆地区的影音的截图，那已在大陆用于恐吓官员案件。这次套用到恐吓台湾医生所使用之电子邮件，注册于大陆、香港地区。同一张相片，一度多用透过画面假造虚拟相片，发恐吓批卡邮超过300回。北市联医医师拢收到这款的邮件，医方讲无人受骗，警方无排除中国集团性犯罪，会锁定伊个下手，因为医师的相片联络信箱，入去病院官网资讯拢查会到。未少医学系教授也捌受过这类的恐吓批，因为剪辑真粗，真简单就会互看破。也毋过科技发展真紧，轻轨技术出来，使用 AI 犯罪出现成长的趋势。那深伪的技术的确是有被用在许多犯罪方式，那目的就是散布假讯息，那借由这些公众人物的影响力或知名度，那去加深这些讯息的可信度。贴上去的脸有一点点闪烁的状况。
拄着即时时事，民众的手画面会湿，洗头了后，便面就判讲。若是落后的造假影像，靠滴目睭的评论、面部的表情、讲话停顿点，用目睭找真假也毋是无可能。也毋过科技历经翻新，这项技术只会愈来愈进步，都惊将来真假真歹分辨。这一年的 AI 技术其实进步很多了，所以相比于过去来讲，其实确实变得困难很多。那未来一定会更加精进，所以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困难。Deepfake 技术是一支小面刀，专家提醒，发展新科技的同时，也要完善法规，升级辨别技术，唔通让 AI 变做犯罪的万能锁匙。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要提升台铁行车的安全，台铁局即马有推出司机员违规记点的制度，若是弄红灯，也是过站无停，也是超速开伤紧，拢爱互记点。若是有7点，就袂使阁做司机员。这个制度已经对10月初3实施到呾，即马有4个司机员无守规矩，互记点啊。台铁司机员担负所有乘客安全的重大责任。为着强化司机员管理，台铁局参考交通部违规记点制度，若司机员违规互记点，用累计制。经要了解，若是停车位置不当，无顾记载乘务记1点；若过站无停，也是列车摆尾记2点，严重1点啊。若超速，也是弄到指冲动，会互记3点。只要记满7点，就永远袂当塞车。真正要累积满7点的几率，真的不容易的。那当然，这个不容易的情况下，我们为了安全，我们不能有任何的打折。所以说，在这个7点的是用累计制。是不是可以有这个司机员去救济的这个可能性？因为如果司机员这边主张他是这个设备或是硬体设施或者台铁自己的制度问题的时候，他就不应该完全的归责在这个司机身上。台铁3讲认为，台铁局要说明清楚，司机员伫倒一款的状况之下，无应该互救济。伫司机员所方记点，这项记点制为10月初3上路以来，有4位司机员因为停车位置不当互记点。记点制是从现在还未消失，专家认为要提升行车安全，袂当只靠司机员记点制，是爱同步检讨。我们的硬体设施是不是原来就存在的瑕疵？这都不是乘务员记点能够解决的问题。我觉得应该更通盘的、更全面性的来看待整个台铁的安全问题。台铁局表示，目前司机员拢是公务人员，记7点袂互开除，也毋过会互转调检修，也是行政工作。也毋过未来公司化改做招募，开始明定司机员，敢是会安尼无法度塞车，失去头路，也爱研议。记者综合报道。亚伫台南关庙的心林公园，最近拄甲关庙步道整修好势。啊，不过有游客即马是表示，公园内底标示无清楚，佮较害的是无便所通用，绕得紧的是实在是真困扰。区公所即马有表示讲，后个月赶紧开会会检讨来改善。哪天白云4个位啊，拢是大樟树啊，侪人会来遮行踏做运动，兼吸收熏陶精。台南关庙心灵公园内底步道都建设好势，嘛正说热门的拍卡景点。不过近来为少头一个来游客煞找无路行无去，反正内底指标无清楚，甚至连便所拢无，大小便无法度透，在地人甲游客拢讲有改善的空间。迄作后行行过来你问路的啊，标示无详细啊。啊，无伊开搁再来问啊，就是行去无去啊。爬山的时候，女生都比较想要上厕所啊，所以有时候就会想要找一下厕所。那去很多地方，其实厕所都很方便，可是这里就是找不到厕所。这座占地64公顷大的公园，对2002年兴建到呾，关庙区公所回应，当初因为考虑到园内生态完整性，地处才无起便所。实在行一撮步道边仔的草啊，嘛发甲真旺，有期完整期，才敢无咧整理。公所指出，要管理者确实真硬斗，主要是人工甲经费不够。市府讲12月份会开跨局处会议做协调。杂草部分，因为我们只有一个故宫在这边除了啊，有除到后边头前年都已经个等啊，中嘛等啊，所以我们还是也需要有经费的挹注来多聘2-3个工人来除草。来遮观光游客近来增加2倍，只是明明公园内人行道禁止奥多摆徛入内，也是有人无顾虑到别人安全。公所嘛表示会搁加强宣导。记者李成武台南采访报道。
再咱来去新竹的北部，新竹北部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拢有无共款的风景，配合节庆，拢会办济活动。那这活动嘛，拢有用影像甲记录落来，这影像即嘛当地进行展览，要互大家看到北部一年四季的水，嘛看到客家庄的传统和创新。厝边整班行在北部的大街小巷，不论是大人囡仔，大家拢算甲真欢喜。还有提供钱筒仔、蹦动比赛，去各县市拢来报名。新竹县北部乡这几年为着发展观光，第一年四季规划各种活动，希望让地方更加热烈。春天的话是我们的这个桐花季，那以及我们茶席的一个活动，那也还有包括萤火虫。那到夏天包括像我们的这个艺民祭的活动啦，还有这个戏人谱，以及我们的北埔鬼怪采集活动等等像这一系列都可以呈现我们北埔各季节的一个特色文化。这几年各地拢在设地方创新，希望让地方更加发展，专家提醒大家应该找出家己地方文化，结合地理特色以及人文风情，用创新的角度来发展。地方的产业里面，如果说我们用在地的产业，加上现在的行销包装也好，或是现在的不同的手法也好，才能把我们在地的特色或是在地的故事慢慢的带出去。比如说外地人，他到你这个地方来观光或来参访，他要看的也是要看你在地的东西，他不会想说，比如说我来到台湾，国外人来到台湾还吃生鱼片，他想吃好高级生鱼，他一定会到日本。北部团成创新展览现场，以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做主题，除了希望吸引游客来体验，嘛让大家知影北部唔仅有老街，还有真侪客家庄的特色文化。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也那俄罗斯即马对性别多元的管制是愈来愈严格，法院即马已经直接甲相关的团体甲因列做是极端组织，而且禁止因伫办任何活动。同志族群也有一寡查甫装作查某变装的表演人员，即马拢真惊，讲会去受到牵连。总话甲真高是真妖娇，变装风球伫舞台顶是尽量展家己的风华。毋过伫落西亚这种表演，到底要变作是非法的活动啊？因为落西亚最高法院准备甲 LGBTQ 团体列作是极端组织，禁止伫落西亚境内活动。那法案通过，这 LGBTQ 有可能会封关。Но меня пугает то, какой большой пласт интересных идей, интересных людей и интересного творчества мы потеряем. 罗西亚是世界上对 LGBTQ 族群有较无友善的国家之一，一直到1993年，同性恋拢被看作是刑事犯罪。无输过当局2013年佫通过法令，任何人向未成年宣传也是讲到同性恋的话题，就会被判刑和罚款。Так и сейчас, в 2022 году, когда что-то не так пошло, и нечем было общество радовать, прикрыли тем, что вот приняли очередной закон, чтобы мы вас защищаем от, чтобы общество не думало о проблемах реальных. LGBTQ 团体认为讲，克林姆林宫即马一直拍传统价值的保卫战，就是要甲俄罗战争的焦点转调。罗西亚国会伫去年11月，甲原本是禁止向未成年囡仔宣传同性恋的法案，扩大到所有的年会、刑罚嘛加重，若是外国人嘛会被赶出境。Ну или даже просто то, что не чувствует себя вот этим отбросом. И я понимаю, что на данный момент единственным выходом является отъезд из страны, потому что у нас продолжают закручивать гайки, и вряд ли в ближайшие, наверное, 3 десятилетия точно это изменится, потому что все. 当局的管制是愈来愈大 ，LGBTQ 族群感觉真无奈，但是嘛无法度对抗。目前因若毋是加入地下化，就干那会当离开故乡。公司新闻江文编译。同齐来关心环境，即马全球暖化状况是愈来愈害，伫南极的冰川扬起速度嘛愈来愈紧，这是影响真侪农作物也个海洋生物的成长。即马亲像德州东南部的蚵仔，产量嘛愈来愈少啊，剩无10年前的1/3。这青蚵仔搁水搁大粒，看起来就足好食。目前当时美国德州东南部墨西哥湾沿岸的青蚵仔采收季，不过最近当地青蚵仔产量是愈来愈少。阿龙还讲，这是41年来上差的收成。What can I tell you? I can tell you maybe it's good, but it's not. It's it's getting worse every year. It just
the product is not here. You know, it just it's pretty poor fishing. 根据统计，2000年到2003年，德州的墨西哥湾区特点钟会当采收730个青蚵仔，但是10年后，敢若剩220个，无到过去的1/3。专家讲，青蚵仔产量降的原因，主要是和海水的咸度有关系。We see both drought and rainfall negatively affecting oyster reefs. So oysters kind of like a moderate salinity. They like not too much rain, but not too much drought. 但偏偏即摆气候是愈来愈无稳定。专家讲，德州连续2年热天是拢可旱，造成墨西哥湾的海水变咸，青蚵仔较会破边，产量自然嘛无啥好。真正伫2017年的时阵有风台，海水的环境共款是对青蚵仔生存无好，科学家估计伫极端天候含过度采收的相中打击，85%的蚵仔大群已经无去。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越南即马有科技公司研发出一款亲像宇宙飞船的生物太空舱，伫这内底会当种一寡对抗气候变迁暖化的食物，而且嘛有甲美国 NASA 合作，希望这款生物太空舱2027年的时会当放去咧月球顶头。外观像宇宙飞船，内底所有各种的食物，甚至是农产品，总部位伫巴黎甲洛杉矶的升级公司生制实验室。伫2018年创立，因所设计的生物太空舱，悬大约5公尺，表面只55平方公尺，特殊的亚能型，对气流流动有帮助，快速加热也是冷却。那这款的设计是为着模拟太空人伫宇宙飞船内底的生活，未来内底作物也可以当种伫外太空。Biopod is like a super advanced greenhouse that will collect CO2 from the atmosphere, recycle the water, fully optimize the conditions. Growing vanilla, for instance, here, then this is when the biopod makes a lot of sense. And so it reduces the CO2 impact of making the travel of the ingredients from one country to the other. 比尔瑞斯讲，生物太空舱的灵感来自太空完全密封的生产技术，所以无受外在天气条件甲季节影响。佮以人工智慧的方式管理甲监控，随时补给所种的所需要养分。生制实验室也会甲美国航太总署 NASA 合作，有计2027年登陆月球。公司新闻新闻报编译。天气报你知，同齐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是17度，上悬是21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有2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8度，上悬是28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25度。外岛14度至22度。感谢乡亲收看，将心平安顺心，明仔载去9点，咱再会。